台积电讲有内鬼有员工60两奈米的这个制定关键技术，提供予跳到日本供应商东京威力的前工程师高检署顶个月以个案的法来侦办搜索，并且具体6名工程师到案，其中已经离职的一个姓陈姓个工程师，以及在职的姓吴工程师3个人被收押禁见，这嘛是司法立关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以后的头一个案件。第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占关键角色。台湾的富国先生台积电竟然传出有内鬼偷摕级别的技术，强调用国安法侦办，更加加做司法立关国家关键技术了后的头一案。当时涉案的2名台积电内部工程师，就是在竹科附近的连锁咖啡厅遭到警方逮捕。锁定竹科附近，台积电员工定去咖啡厅，就连高铁站外口的排班司机也疯监控。涉案姓陈的工程师，捌伫台积电整合部门任职。后来跳去东京威力科创，正做设备工程师。上阵一熟悉制停整合工程师，所在职姓吴甲姓高的查甫人，2个人违法偷窃2奈米的晶片，3个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全部拢互羁押。不同职级的员工可以看到不同职级相关的资料，所以我想基层的员工大概就只能看到跟他相关的部分。那一定是越高层的主管才有机会看到所有这个专案内容。事实上，为了防止漏泄秘密，台积电的制停拢是分段进行。若要试探机密，就会和更较侪工程师接触。这个检调拢总约谈6个人，3个人互羁押，2个人交保，1个人请回。内鬼伫厝内连接公司内的网络，拍开资料库，摕手机偷翕。也毋过因为拢固定伫3分钟就自动退出，引发到治安部门的关注，内部也开始调查。一页一页的在浏览，而且呢，停留的时间是固定的时候，它就有可能确实是要拍照或是做其他这个侧录的动作。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是可以用演算法的方式来判断。台积电的技术去互内部工程师漏泄出去，引发到国际关注，强调全力对查，保护国家技术。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